但我倚靠你的慈愛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。詩篇13篇5節。救恩喺英文當中多數翻譯成為 salvation， 其實 rescue 救拔、營救係更加接近希伯來觀念當中嘅救恩，因為救恩嘅意思係從某個困境或者係危險當中解救出嚟。神嘅救恩唔係讓我哋可以避開或者係逃離危急，而係面對困難嘅時候為我哋提供增援。所以希伯來思想當中嘅得救主要唔係關乎將來進入天堂，唔似福音派喜歡問嘅你死後會去邊啊？希伯來觀點嘅焦點唔係放喺死後，而係在於現在過邊一種生活。聖經應許我哋而家就能夠與父神相交，佢現在就能夠為我哋提供支援，讓我喺地上實現神嘅旨意。所以我哋喺新舊約讀到救恩呢個字，唔好立即諗到入天堂，要諗到係喺實際嘅試煉同患難當中得到神嘅支援。詩人因為神嘅救恩歡樂，係因為當佢面對佢破爛嘅人生嘅時候，得到咗從神而嚟嘅援助，可以扭轉同埋更新事物。最奇妙嘅係主耶穌嘅名字正正就係救恩。當舊約嘅人歡呼神嘅解救嘅時候，佢哋係喺度為彌賽亞耶穌歡呼。換言之，父一早就差派咗神子嚟提供營救同援助。從平安祭中，他要把火獻祭給耶和華。利未記3章3節。平安祭嘅希伯來字 Shalem 同 Shalom 有直接嘅關係，好多字都係從呢一個字根而嚟嘅。譬如話和平、感恩、安全、完全、完整等等。最重要嘅係平安祭係為咗表示對神嘅感恩而自願獻上嘅祭。希臘世界同希伯來世界對平安嘅觀念截然不同。前者睇人生係個戰場，包括人與人之間嘅各種爭奪。希臘嘅平安就係指冇咗呢啲爭戰嘅狀態。我哋比較受呢一種嘅觀念影響，但係希伯來嘅世界就啱啱好相反。對佢哋嚟講，平安係消滅混亂嘅權勢，由神嚟治理。神喺創世之時就建立咗完美嘅秩序，俾世界按正常嘅規律運轉。平安本來就係神希望嘅常態。當人願意順服神嘅治理嘅時候，就會有平安。唔肯悔改，想要主宰自己人生嘅人，就唔會有平安。我哋若要得到平安，就要返到神嗰度去。耶穌係自願來到世上，除去魔鬼嘅混亂權勢，帶嚟神嘅治理，讓人同神和好。佢係最完美嘅平安祭，只有耶穌能夠帶嚟平安。你希望擁有呢一份平安嗎？